后来继续来看，新冠疫情这3年来，医护人员拢是徛伫个风险上悬的第一线。也毋过，医师苏一峰伫个面册来打出条文章，讲某一间病院的同仁，去年8、9月采检到700外个疑似确诊者，但是采检的奖励金竟然只有9块。苏一峰真生气，讲这侮辱性真强，像咧分钱互客家共款。哪会安尼咧？卫福部的处长王必胜讲，爱去了解。一个热逼逼的天气，医护人员规身躯包到目睭手，随啊随的甲民众做采检，大家是做甲寒霜擦擦的，也毋过津贴的奖励煞讲有9块尔。所以讲医师伫热面册顶抛出北京病院医护人员予伊的津贴单，伊发现去年8月到9月采检正到位，敢若是确诊者的这位医护人员，病院予伊的津贴奖励煞讲有9块尔。这个伤害性很强，侮辱性更强。就是给酒，然后来打他乞丐，大家看了也都觉得不爽。他们院方给出来的原因是说，这个在申请他们这个津贴的同时，这个卫福部给的回应是他们要择优申请啊。病院迄边的就来回讲，中央规定奖励会当申报一项自由申请，你若申请确诊照顾费用，若咧采检补助费用特别互你申报。所以若是有体检出阳性患者，这个患者带院方申报啊，基金医护人员就无采检的费用，也毋过就算是自由申请，去年8、9月疫情当严重时，那会敢若9块这尔少。采检就是500嘛，300要给人员，择优领取是看领取哪一条，但是我们没有9块这一项啊，但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个计算的问题，分配跟计算的问题，那这个通常都是在医院端在处理的。卫福部讲，保护病院每一个人采检津贴拢是500块，其中爱护第一线采检人员是300，这就需要去病院调查清楚，这9块是安怎来的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